太师府高，台阶晃，养个儿郎纸糊的枪，旁自大旗风中抖，三代基业锅里朽。太后，你欺人太甚！这是太后一脉的官员所写，是告诉老师的门生故吏，庞玉纨绔不堪，庞家后继无人，若再跟着您，将来必遭清算。是要老师的门生故吏改投太后。老师，让庞玉入中书省历练吧。如今朕与太后争权激烈，庞玉若再纨绔，您的门生故吏真的会改投太后。一旦如此，朕必失势。朕若失势，你们庞家也会被清算。老臣谢过官家好意，但犬子太过纨绔，前段时日纠缠宰相王延龄之女王柔，前2日又花500贯铜钱买了个来历不知的人做他的贴身家丁，又为其改名为庞峰。报！陛下，皇城司密报，有刺客赶往御仙楼刺杀乐侯庞玉。什么？舒服吗？侯爷，王爷不许您出府，若知道您偷跑出来，会罚您的。侯爷可是太师独子，太师他老人家怎么舍得罚侯爷啊？听见了吗？本少可是独子，他老东西有本事打死我呀！侯爷，Ladies and gentlemen， 接着奏乐，接着舞，今晚全场消费，由本公子买单。老天待我不薄，居然让我穿越成了顶级衙门，这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这是哪来的败家子啊！居然买单全场！这是当朝国舅安乐侯庞玉，他爹是太师，姐姐是皇贵妃，极尽尊贵。就是传闻前段时间晕死在女人身上。那庞太师100年后，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就是，你看他身后那人，前2日在街上卖身葬母，别人就要5贯钱，这败家子出500贯。待庞玉死后，庞太师陷入丧子之痛，无心向太后施压查陈世美，我太祖子孙也能按计划夺回皇位。快跑啊！走！救命啊！我钱带不够啊！杀人了！你们持刀为侯爷，想做什么？蠢货，当然是杀庞玉了。那啥，各位好汉啊，你们为啥要杀我呀？都得让我死个明白吧！要怪就怪你爹，庞太师向太后施压，要查我家主子，只有你死了，庞太师才无心施压查我家主子。我爹向太后施压查你家主子，这你家主子该不会是这停妻再娶、杀妻灭子的陈世美吧？不错，你可以上路了。是该上路了。哎呀，小疯子，送他们上路。一介纨绔敢说送我们兄弟上路，找死！上！这不可能！我们都是1等1的好手，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对手？你们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他呀，本是边军骑兵将领，因为被诬陷才革了职的。小疯子，杀！侯爷，我们现在怎么做？陈世美派人刺杀老子，老子当然不能放过他。走，去开封府衙。这几日王小姐为何与相爷一同来到开封府？本府十分好奇。
还不是庞玉那位纨绔，前几日整日纠缠我们蓉儿。是啊，跟着爹来开封府，才清静一些。老黑子，快出来迎接本少！你居然追到开封府了，我都说了不喜欢你了。根据记忆，我没穿越前，安乐侯才对着宰相千金死缠烂打。谁说本少来找你的？还不承认？都追到开封府衙了。哎呀，就你这样的，勉勉强强给本少做个端茶递水的丫鬟。安乐侯，你够了！你来开封府衙做什么？哎呀，本少来帮着包黑子破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一案。安乐侯若欲耍乐，可去其他地方。嘿，本少好心帮你，你竟然说本少来耍乐的，本少耍你了？你一介纨绔，除了耍乐还会做什么？帮忙查案？你有查案的能力吗？你不信是不是？安乐侯，速速离去！老夫不是你耍乐的对象。哎呀，我听说呀，你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一案的罪证。你俩信不信本少能拿到陈世美的铁证？就凭你，包大人查这么久都没拿到铁证，你怎么拿到？要是铁证这么容易拿到，包大人早拿到了。好啊，那你敢不敢跟本少打个赌呀？如果本少能找到陈世美的铁证，你就做本少的丫鬟。丫鬟？安乐侯，你放肆！相爷千金，岂能做赌约？哎，这俩老登刚不是不信吗？现在质问个啥呀？好，本小姐答应你，但你若做不到，就再也不能来见我。柔儿，你……爹，你放心，安乐侯一介纨绔，哪有这样的能力？答应就好。走，去宁阳驸马府传陈世美，来开封府衙问案。安乐侯，你带着开封府的人来驸马府，是几个意思啊？庞玉竟然没死，清河郡王赵文远不是说那些刺客是高手吗？怎么失败？自然是来请陈世美去开封府问案。苦主请详念言，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本府一律前来，请驸马过府一叙。本驸马身体不适，不便去开封府。哼，依本相看，你不是身体不适，是不敢去吧？哎！你们干啥呢？咋说话呢？就这么跟驸马说话吗？庞玉，你什么你啊？你这娘们闭嘴！老陈，别怕，这秦香莲呢，去这开封府把你给告了，他们就让你过去问个话，做个流程而已，没其他事儿啊。庞玉，你今日到底是何意？嗨，本少呢跟那王柔打了个赌，若是能把老陈带回开封府衙问话呀，他就给本少做丫鬟。先前就听说庞玉在对王柔死缠烂打，看来是真的。老庞，你有所不知啊，那包拯与秦香莲他是一伙的。我要去了开封府，指不定被押上什么罪过。哎，老陈，你怕什么？你可是驸马爷，还怕他包拯？庞玉，此事本宫不能帮你。包拯向来铁面无私，若驸马去了……宁阳妹子，你可别忘了，家父庞太师，家姐皇贵妃，本少乃太师之子，当朝国舅安乐侯。你放心，有本少在，谁也动不了老陈。庞玉，你们沆瀣一气！啊，什么叫沆瀣一气啊？本少千姐乃皇贵妃。娘妹子，本少问你，你该管我姐叫什么呀？皇嫂。哎，所以你这驸马跟本少是亲戚，咱们可是一家人，这怎么能叫沆瀣一气呢？安乐侯说的对，我们都是皇家人。庞玉，我相信你。既然如此，我们随你一起去开封府衙。那就仰仗安乐侯了。哎呀，你就把心呀放肚子里就完了。混账东西，敢派人刺杀本少，看本少怎么玩死你！柔儿，先回开封府衙，本相倒要看看庞玉这个纨绔能有多少能耐。
哎，行，走啊，赶紧的，等我完话，本少还得跟这驸马把酒言欢呢，别耽误时间啊！哎，走。文允呐，你有没有把我们的死事交给陈世美？现在他人没死，庞太师会持续给太后施压，太后迟早顶不住压力的。文成，我给了，我在玉仙楼亲眼看着庞玉被死士包围了才离开，我也不知道他一个纨绔子弟被这么多死士包围是怎么活下来的。好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不只是我们知道庞玉是庞太师的软肋，皇帝也知道。我们的死士包围玉仙楼的时候，皇城司的兵马就向玉仙楼赶来，后来庞玉离开玉仙楼才退去的。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庞玉这个混账，居然把陈世美带去了开封府衙。据闻庞玉和王柔打赌，把陈世美带去开封府衙，王柔就给庞玉做丫鬟。庞玉不过一介纨绔，为美色所迷惑。这次误打误撞罢了。可万一……哎，要不咱们还是去请太后吧。就算是出了什么事儿，有太后保证，也安全一点。可以，去吧。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求包大人为民妇做主。胡言乱语！驸马早在5年前就已休妻，何来停妻再娶？包大人，你就任由这刁妇毁驸马名声吗？肃静！公堂之上自有本府问话。陈世美，你如实交代，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本驸马没有杀妻灭子，更没有停妻再娶。那这杀手的刀，作何解释？这刀不是驸马府的，定是有人伪造的。老陈，你就实话实说，看他们能怎么样？侯爷，你且过来，来。怎么了？侯爷，这是何意啊？你是崩哪头了？什么实话实说？你这不是害了驸马吗？哎呀，你说的这是啥话呀？哎，咱们3个是一家人，我岂能为了一个不认识的秦香莲害了老陈呢？那你这是何意啊？哎呀，这老包不是一直在查老陈吗？我就想正好趁着今儿把这事儿给摆平了。就算老陈做过，本少爷能摆平。当真？自然是真的。本少啥身份啊？还能骗你不成？本少若骗你呢，本少就是狗。够了！你们以为小声说话我们就听不见吗？你们眼中还有没有王法？你们眼中还有没有同理心？你们这些混账沆瀣一气，可恨至极！安乐侯，你与他们沆瀣一气，你眼中还有王法吗？王法是什么？本少告诉你，王法就是我们家的，我们就沆瀣一气了，怎么样啊？嘿嘿，老陈，怕什么？本少给你撑腰，你就承认，看他们能怎么地。我就是杀妻灭子，我就是停妻再娶了。哎，侯爷，可是如此吧？这哪够啊！来人，把证词拿上来，签字画押。我侯爷，你这又是何意啊？为何让我签字画押呀？签了供词，性质就变了呀！安乐侯，这可是你说的签字画押。来人，把供词拿上来。老陈，来。侯爷，这签字画押可就成铁证了。怕什么呀？啊，
这包黑子就算有你铁证又如何呀？你背后站的人可是太后，如今这太后临朝称制，你们一个公主，一个驸马，哼，怕什么呀？这秦香莲不过就是一介刁妇，别说你没杀她，就算你杀了她，这太后可能让自己的女婿给一介刁妇陪葬吗？无法无天，你简直无法无天！庞玉，你这死……哎，叫什么叫？本少说的有错吗？谁敢忤逆太后？来，告诉本少，谁敢忤逆太后？可是母后没在这里啊，而且包拯一向是铁面无私，万一他……哎，哼，宁阳妹子，那要不你现在去慈宁宫把太后请回来啊？咱们就趁着今儿把事情一次性解决，这老臣也落个清净，对不对？行，但是你一定要保住驸马。放心，没有本侯的允许，谁也动不了陈世美。来，签字画押，咱们都是顶级贵族，这顶级贵族做了什么，承认就是，不就杀个平民吗？再说了，顶级贵族杀平民，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侯爷说的对。本驸马受教了，这字也签了，押也画了，接下来侯爷要怎么摆平这事儿啊？别急，本少保证，今日过后，那包黑子绝不可能再找你麻烦。都听见了吗？侯爷答应我，帮我摆平一切，以后你们不可能再找我麻烦。本小姐倒要看看，他一介纨绔如何摆平。哼，侯爷，把您的办法告诉他们，让他们死了这条心。这方法多简单呐，摆平你不就好了？啊，摆平我？侯爷，这又是何意啊？庞玉，你说要摆平陈世美，是什么意思？哎，你可别赖账啊，王柔！先前咱们可是说好的，我找到这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的罪证，你给我当丫鬟呢？你刚才是装的，你……恭喜你答对了，本少奖励你一枚香吻。登徒子，你骗我！你发过誓不骗我的呀？哼，本少说了，若是骗你，本少就是狗。但不好意思，本少属狗的。那你先前让宁阳公主去找太后是何用意？你答应过公主要保护我的呀！你们傻呀！这宁阳公主要是在这儿，不得阻拦你们斩陈世美吗？我不把她支开怎么行呢？如此心计，她真的是纨绔吗？她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庞玉吗？我与你无冤无仇啊！你为什么要帮着他们害我呀？我靠！你派人刺杀本少，还敢跟我说跟我无冤无仇？你怎么知道的？这还不简单？哼！本少套一套他们的话，就套出来了。行了，包黑子，赶紧的吧，把铡刀抬上来，把他给我斩了。如今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一案真相大白，陈世美也在供词上签字画押，可谓天正如山。来人，将虎头铡抬上来，开铡！不！别！我是驸马，我是太后的女婿，你们不能杀我！陈世美，须知国法无情。包黑子，你说这些废话干嘛呀？你赶紧斩呀！等会儿太后来了。斩！谁敢斩哀家女婿？
敢斩哀家女婿！太后，救我！庞玉和包拯要杀我！庞玉，你竟然敢欺瞒本宫，本宫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哎，本少哪儿欺瞒你了？本少刚才跟你说了，没本少的允许，没人能动陈世美。但本少允许了，自然可以动。你这个无耻之徒！庞玉，你欺的不是公主，你是在欺太后！清河郡王赵文远，我的死对头呀！赵文远，我哪儿欺瞒太后了？你别乱说啊！诡辩！够了，把陈世美给哀家放了！太后，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铁证如山，这是杀头的大罪呀！太后，若就此放走陈世美，我朝律例岂不是形同虚设？太后啊，这陈世美之事呀，已传遍京城，这若不妥善处置，恐影响不好呀。母后，我不要驸马死。秦香莲，你且过来。秦香莲，哀家念你赡养公婆、抚养子嗣艰难，这些钱是你的补偿，你就此撤去诉状。民妇不要钱财，民妇只求公道。给脸不要脸是吧？母后能如此待你一民妇，你还想如何？钱财弥补不了民妇的冤屈，只有公道才行。秦香莲，太后能给你补偿已是天恩，你还敢忤逆太后？你想死吗？陈世美是哀家女婿，他不可能因你而死，更不会给你公道。放了陈世美。太后这样做是要告诉世人，这天下没有公道可言吗？太后，您这样做是在践踏我朝律例呀！包拯，你是要违抗哀家懿旨吗？太后如此。偶尔罢了，放人吧。爹，放人。这世间当真没有王法可言吗？上一世我也是平头百姓，如今有身份有地位，难道就不能为秦香莲讨一个公道吗？这还差不多。相公，我们走。庞玉，你敢欺骗本驸马？你给我等着！本少让你走了吗？给本少站住！你要做什么？不可顶撞太后。这天下若没有公道，本少就给他讨一个公道。庞玉，你好大的胆子，敢顶撞太后！你想死吗？安乐侯，此事本与你无关，你为何屡次插手？不怕哀家治你的罪吗？他陈世美派人刺杀本少，这叫与本少无关。要不要家父把这驸马爷刺杀本少之事传扬天下呀？你一介纨绔，贱命一条，死了就死了嘛。母后，庞玉是太师独子，当朝国舅。庞太师士林领袖，朝堂相公，天下鸿儒，皇帝老师。他日哀家定会给安乐侯一个交代。本少现在就一个交代。庞玉，你放肆！本少就放肆了。庞玉，就因为陈世美刺杀你，你就要和太后对着干？对着干又如何？家父乃天下鸿儒，士林领袖，本少就跟太后对着干。庞玉，你当真要为一个民妇得罪太后？太后就能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吗？今儿陈世美必须留下。今日哀家必带走陈世美，
看谁敢阻拦哀家！小疯子，侯爷，把陈世美给老子抓了！上！拦住他们！庞玉，你若敢对禁军动手，便是自寻死路。庞玉，对禁军动手，形同谋反，你敢吗？爹，庞玉敢动手吗？陈世美派人行刺庞玉，此事触犯百官忌讳，毕竟谁家没儿子，所以杀陈世美没事儿，但对禁军动手，形同谋反。庞玉是纨绔，不是傻。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本少不敢对禁军动手？来呀，试试，我看你们有没有那个胆子！哼，小疯子，杀！爹，你说错了，他真动手了，这是谋反。庞玉，你在谋反！庞玉，你杀禁军，形同谋反，这可是夷三族的大罪！如果在太后眼里讨公道就是谋反的话，那今天本少谋反又如何？小疯子，抓人！不要！小疯子，把陈世美给老子杀了！母后，快救救驸马！我不想驸马死！安乐侯，你也是皇家人，难道真的为一介民妇杀了哀家的女婿吗？小疯子，杀！安乐侯，你不要忘了，你安乐侯的爵位是我皇家给的。你若杀了陈世美，哀家就收回你的爵位。这爵位，本少不要！杀！慢！包黑子，你要干什么？你不会要做这太后的鹰犬，保下这陈世美吧？本府关侯爷为民主持公道，连侯爵也不在乎。本府全职开封，岂能退缩？今日，在这开封府衙，本府若不能为秦香莲主持公道，还有何颜面自称开封父母官？请教铡刀交于本府。给他们！陈世美，你听妻再娶，杀妻灭子，刺杀国侯，欺君罔上，罪该万死！来人，将陈世美就地正法！保证你敢！斩！此乃先帝御赐的龙头杖，哀家看谁敢扎！龙头杖乃先帝大行前御赐，凭此杖上可废帝，下可摄政，代表先帝，代表天子的无上天威。若有人冒犯，当今官家也不会放过。太后拿龙头杖去救一个听妻再娶、杀妻灭子的人，难道不觉玷污了先帝御赐这4个字吗？若哀家连自己的女婿都保不住，才是笑话。尔等今日要么连龙头杖一起扎，要么就把陈世美放了。
龙头杖代表什么？你们心里清楚。你们敢铡吗？立刻放人！太后为一个奸佞小人动用龙头杖，将来有何面目去见先帝？哀家再说一遍，要么铡，要么放人，不要让哀家说第3遍。都听见了吗？这可是龙头杖，如果谁敢动，那就是夷三族的下场。把刀放下。侯爷，我说，把刀放下。庞玉，你刚才不是那么硬气吗？现在怎么怂了？早这样不就得了吗？立刻放了驸马！闭嘴！轮不到你说话。太后，我问你，你真要为了这陈世美，玷污了这龙头杖？怎么，不敢铡龙头杖，敢用劝说了是吗？爹，庞玉刚才杀了禁军，你说他现在敢铡龙头杖吗？杀禁军可以说是维护朝廷律例，庞太师可以保他，但龙头杖是先帝御赐，官家为孝道也得依庞家3族。你说庞玉敢铡吗？庞玉，回来吧，龙头杖是御赐之物，别说是你，就算是庞太师也不敢铡。谁说本少不敢铡？本少今天必铡了你！侯爷，莫要为了民妇搭上性命，这不值得。你要是敢铡的话，刚才就不会让衙役把刀放下，装什么？庞玉，铡了龙头杖，这是要掉脑袋的。掉脑袋又如何？这天下从不缺铁肩担道义的人，也不缺为民请命的人。今日在家我庞某一个，又如何？庞玉，你不是要铡了我驸马吗？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你真敢来就铡了我呀！来呀，铡了我呀！来呀，来呀！你以为有龙头杖，本少就不敢铡吗？你以为本少会因为一个龙头杖，就放走你这丧尽天良、不为人伦的人渣吗？那你就铡一个给哀家看看，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吧？如你所愿。陈世美，给老子死！给老子死！你真铡了？陈世美，停妻再娶，杀妻灭子，欺君罔上，今日伏诛！庞玉，你安乐侯，你铡先帝御赐之物，你死定了！太后，本少等着你。好，好，好，你给哀家等着！民女叩谢侯爷大恩。别跪了，真以为本侯是为了你啊？陈世美派人刺杀本少，他就得死，谁也挡不住。庞玉，你别担心，我让爹向陛下请奏，一定能保住你。小柔呀，是不是突然觉得本少很有魅力，对本少芳心暗许呢？你也配？我是不想齐香莲为你哭灵。本少懂，来，让本少给你检查检查身体。无耻之徒！哎，别走啊！我可是医道高手啊！哎，侯爷，等等小的，混账！竟敢当面调戏柔儿！安乐侯斩了陈世美，却也斩了龙头杖，太后不会善罢甘休。本相会力保庞玉，相爷愿保安乐侯。虽说老夫与庞太师因改革政见不合，但庞玉做得不错，老夫岂能不保？只是这混账
竟敢当面调戏柔儿，老夫饶他不得。安乐侯爱玩，但心存怜悯，未必不是良序。何况令爱与安乐侯已有情愫，何必棒打鸳鸯？什么心存怜悯？若陈世美不死，官家会在与太后的争权中失利，太后会将陈世美扶上中书舍人的位置，架空官家，庞家与官家高度绑定，官家失势，庞家也完蛋。他这是为自己。可安乐侯斩陈世美也是事实。不行，明日东华门外放榜，老夫这便为柔儿择婿。相爷别忘上奏之事。本相知道。庞玉砸了龙头杖，这次他死定了。庞太师说不定也会被问责。你们错了，太后用先帝御赐保陈世美一事让百官震怒，太后一派官员都不服。庞玉没事。什么没事？陈世美岂不白死了？说这些没意义，你们去找新科状元周琴，此人有问题。另外，王延龄现在东华门外择婿。王兄的意思是将周琴纳入麾下，再想办法将他推给王延龄。不错，皇帝与太后鹬蚌相争，我们才能渔翁得利。听说是你破获的陈世美案，然后又亲自把他给斩了的。爹，这事儿我没做错吧？这件事做得很好，官家私下告诉老夫，你的功他记下了，但此次不能赏你。做得好，爹，我可是把太后那龙头杖都给砸了呀！哼，龙头杖算什么？太后想把陈世美推上中书舍人的位置来架空官家，老夫和官家都没有好办法。没成想你小子一举破除太后的阴谋，太后也因用先帝御赐保陈世美被官员逼宫。这好呀！还有一事，明日你便去国子监进学。啥？我成了衙内还要去上学？我不去。若想不参加，就去找出新科状元周琴的把柄，将他拉拢过来。爹，你喝假酒了？那可是天子门生。周琴这个新科状元日后必入翰林院，太后已拉拢他，为日后继续与官家争权做准备。一旦官家争权失败，我庞家也将大祸临头。那我再去想想办法。官家上次犬子误打误撞才破了陈世美案，但此事他恐办不到啊。朕可信之人太少，朝中大臣大多都投了太后，朕需要将他培养出来。小可见过安邑郡王、清河郡王。周琴，你可否愿意暗中投效我们？小可只忠君，不投他人。哼，那你为何投效太后啊？王爷说笑了，小可乃新科状元，岂可投效二位王爷？那你若是假状元呢？小可听不懂王爷在说什么。这件事若是传到陛下耳中，按律当夷三族啊！只要你愿意暗中投效我们，还会得到一个妻子。宰相王延龄在择婿，我可以让你当王延龄的东床快婿，有宰相提携，还不仕途亨通？当真？坏人，便宜都被你占尽了，你要怎么处置我？你又不是坏人，我瞅着你干嘛？哎，我疼！还装？那当然是八抬大轿娶你回家了。那你快点，我爹要给我择婿了。行，好。干什么的？想死吗？
草民有申冤，求侯爷做主。为何找本侯啊？荆州传侯爷为了天下公道不惧太后。那你有何冤情？不是草民，是一个可怜人在破庙。侯爷，小心有诈。有你们在，怕什么呀？带路。侯爷，就是他。快醒醒，侯爷来给你做主了。是我，是我。他是个哑巴，还是个瞎子，残废，手都废了。哑巴、瞎子、残废。侯爷，像是被人以毒物破脸所致，是暗害。知道他叫什么吗？不知，前2天晚上他摸着黑来这里，我看他可怜，就给他收留了。他看着好可怜啊，帮帮他吧。小疯子，先带他回太师府，再给找个大夫看看。相爷，令爱于安乐侯郎才女貌，当真不考虑。庞玉本性是不坏，但庞玉不学无术，太过纨绔，何况他爹。爹，庞玉只是爱玩，不是没才。你怎么才回来？行了，周琴，你也出来吧。小可见过岳丈，包大人，见过王小姐。你别乱叫，我不嫁你。周琴乃新科状元，才华横溢啊，可能王小姐对在下并无了解，才会有所抵触。你看看，多好的人呐！你怎么就看上庞玉那厮了？看着他就浑身不舒服。放肆！我就这么教你的吗？都怪我把他惯坏了。自己回去反思。这几日和庞玉厮混，把脸都给我丢尽了。女儿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哼！少爷，这人嘴不能说，手不能写的，您干嘛管他？世上那么多人，哪管得过来啊？本少是管不过来，可看着这些苦命人，就想做点什么。唉，一个读书人就这样废了。你说他是读书人？你看他指尖老茧，常年握笔才会有。大夫，你先下去吧。在下告退。你是读书人？你这手腕没力了，手臂能动吗？那若是把笔绑在你手臂上，能写字？小疯子，快去纸笔和布条来。好。你姓氏名谁？周琴，这名字好眼熟啊！若想不参加，就去找出新科状元周琴的把柄。当今的新科状元周琴，你要告谁？你要告新科状元周琴？你要告新科状元周琴？你这副惨状，可是他造成的。把你的事情写下来。快啊！救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然后一结金兰。大考前，那人病重未参加科考。放榜后，那人用毒酒害我，然后冒名顶替。这怎么感觉在听故事啊？倘若你说的是真的，本少愿意帮你讨这个公道。哎，少爷，这都是一面之词，没证据啊。不，有证据，只要证明东华门外唱怒的周琴是假的即可。去，把我爹叫来。好。爹，
当今的新科状元是假的。胡说些什么？让你去找把柄，不是叫你凭空捏造。他真是假的。怎么证明？只要你把状元的考卷给我，我就能证明他是假的。如果证明不了，打断你的腿。行。柔儿，你怎么自己在这哭呢？父亲让我嫁给新科状元周琴。哎呦，乖乖柔儿不哭啊，你不会嫁给他的。可父亲态度很坚决，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哎，放心，那个状元呀，就是个冒牌货。冒牌货？你别乱说，这是状元。哎呀，本少骗你干嘛？现在啊，本少就等圣旨了。少爷，老爷派人送来的。哎呀，皇帝姐夫下旨了，由本少在开封府督审此案。现在呀，就等禁军了。等禁军干嘛？抓状元啊？当然是兵围相府。你要围我家？你围我家干嘛？不是，假状元住你家，不围你家围谁家呀？侯爷，我带着500禁军来了。高宝深，我死党，他老爹是太尉掌殿前司，我老爹的铁杆盟友。老高，你过来干嘛来了？我老爹让我跟着你，我就带着禁军来了。哦，这位是王柔，我未婚妻，王延龄的千金。我才不是你未婚妻呢。我懂，不愧是侯爷啊，居然请圣旨调兵围相府抢亲。你少扯淡，赶紧去相府。待会儿抓周琴就是。哎呀，放心，谁给你的胆子，敢兵围相府？王柔，你能耐呀！不想嫁周琴，就找庞玉撕掉禁军围相府。王老头，是他触犯本朝律法，把他交给本少。要是老夫不交呢？宰相王延龄包庇罪犯，抓了。你不是说抓周琴吗？你凭什么抓老夫？就凭你包庇假状元周琴。假状元？放肆！周琴乃官家钦点状元，岂容你胡说八道？侯爷，状元之事岂能胡说？小可不知何处得罪，若有得罪处，小可在此致歉。老高，抓人，上！放开我！放开我！不要以为老夫不知道，抓走周琴，柔儿就不用嫁给他。爹，事情不是这样的。侯爷，你怎可为了儿女私情罔顾朝廷？吾乃天子门生。说去你的天子门生！你这畜生再多说一句，老子现在就斩了你！庞玉，你若不给老夫一个交代，老夫定饶不了你。去开封府衙，会知道怎么回事。走。哼！王兄啊，周琴又被庞玉抓了。这庞玉当真是个祸害，3番5次破坏咱们的计划。按惯例，新科状元必入翰林，1年后入中书省。哪怕皇帝明知周琴投靠太后，也必须按照惯例给周琴升官，否则皇帝会失去人心。王兄的意思是，太后会死保周琴？当然，保下周琴对太后而言好处太大。哎，认识他吗？不认识。不认识是吧？来人，先打他30杀威棒！凭什么打他30杀威棒？就凭他残害金兰义弟。胡说八道！安乐侯说我与他是金兰兄弟，有何证据？证据？哎，你问我要证据是吧？那我问你，你进京赶考被毒蛇咬伤时，为何不说证据？你在大考前病重，他连夜照顾你时，你为何不说证据？
一派胡言，子虚乌有。你为一己之私，恩将仇报，似你这般忘恩负义之人，也配活在这世上啊！来人，给我往森里打！安乐侯，你怎可如此对我？我乃是仙科状元，使点劲儿没给你们饭吃啊！你叫我啊！我打死你！相爷，安乐侯绝非肆意之人，他如此愤怒，必有原因。哎呀，他如此行径，有证据吗？凭什么上来就打？相爷，安乐侯就是不想让萧何去王柔，这才故意诬陷。太后驾到！安乐侯，你为一己私欲栽赃陷害，该当何罪？太后，安乐侯就是不想让学生娶王柔，故意诬陷，请太后为学生做主。彭玉，你好大的胆子，敢为一己私利殴打状元！母后，安乐侯无法无天，绝对不能放过他。这次我定要为陈世美报仇。这太后扰乱公堂，几个意思？新科状元非同小可，哀家有权过问，你凭什么打周秦？他残害金兰义弟，冒名顶替新科状元，其罪当诛。你是如何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他跟我说的。他告诉你的？那本王问你，他能开口说话吗？不能。那再问，他的手能握笔写字吗？也不能。他手不能写字，嘴不能说话，他是如何告诉你的？你呀，这是前言不搭后语。你刚才说是残废周秦告诉你的，他是如何告诉你的？难道你在欺哀家？此次哀家不但要保下周秦，还要将你旁御治罪，否则朝堂还以为哀家拿你个纨绔子弟没办法。好，太后问你话呢？这残废是如何告诉你的？他自己说这残废口不能言，手不能写，转身就说是他写给他的，简直荒谬！谁说残废不能写字啊？残废写字？哼！来，你让他写个字给本王看看。别说写字了，他连笔都握不住。你没开玩笑吧？他能写字？都不信是吧？小疯子，侯爷，您稍等。那，都看看啊！谁说这写字一定要握笔了？这样不行吗？废物，怎么不把人弄死？冒牌货就是冒牌货。假状元周秦，你还有何话可说呀？你有证据吗？因他人几句话便诬陷新科状元，你可知这是何罪？说得对，你有铁证吗？难道哀家拉拢了一个冒名顶替的假状元？哼，没有铁证就立即放我走。证据我自然是有啊。周秦啊，你可还记得这电视的文章内容啊？可别跟本少说你忘了。当然记得。安乐侯若是不信，我可当众写出。好，来人，备笔墨，请。那篇文章我早已烂熟于心，可笑。写好了。哎呀，铁证如山啊！我看你还作何狡辩？来人，把周秦推下去，斩立决！慢！庞玉，周秦写的
与电视文章可有不同？一字不差。既然一字不差，你凭什么将他处斩？既然我写的一字不差，那便证明我是真的。老夫也要个说法。安乐侯，哀家要个交代。哎，我要是没记错，你爹当时也在阅卷现场吧？小疯子，来，把这2份文章内容啊，给王老头看看。这2篇文章一字不差，有什么不对？你为一己私欲，罔顾国法，哀家今天就治你的罪。慢，相爷，您看这字。文章呢是一字不差，但这字迹啊，却大不相同。贾状元周琴，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冒充新科状元，该当何罪？自己你竟敢冒名顶替状元！他能将状元文章记下，却模仿不了笔记，你是怎么想到的？当真厉害！这点小问题，为夫岂能想不到？正经点，在公堂呢。周琴，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若非我并州，这状元之位本该是我的。哎呀，功名利禄不过就是浮云，你苦读圣贤却不知其中道理，要你何用？我再不知，我也饱读诗书，你一纨绔，又知什么？本侯是不曾读书，可本侯知道，苦读圣贤，若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那这书读来何用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好，说得好！这臭小子虽说纨绔不曾苦读，但胸怀正义，内含乾坤，又为朕解决了一个大麻烦。这次看太后还如何与朕争。老师，你为朕培养出了一个惊世奇才呀！官家见笑了，犬子不过是误打误撞，愧不敢当。家弟让陛下见笑了，他就是从小被宠惯的。宠得好！来人，传旨，赐安乐侯庞玉尚方宝剑1柄，如朕亲临金牌1面。今后代天巡狩，查各府民情，断各府公案，有先斩后奏、便议行事之权。遵旨。老臣代犬子叩谢陛下圣恩。臣妾代家弟叩谢陛下圣恩。庞玉2次助朕，这是他应得的。只是太后临朝称制，朕无法封他实权官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侯爷说得好。谁言安乐侯无才？此言当流芳千古。原来如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原来如此啊！来人，带下去，斩立决。太后，清河郡王，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庞玉，你该死！2次坏哀家算计，哀家饶不了你。庞玉，你以后小心点，别落到我们手里。我们走。呸！哎，行了行了，你别跪了，别跪了。本侯呢，先将你暂时安顿在京城，等皇帝姐夫圣旨便可。小疯子，将他安顿好。是，侯爷。哎呀，王老头，
您就没什么想说的吗？先前是老夫眼光浅了，你这个女婿，老夫认了。那女儿谢过爹爹了。嘿嘿嘿，王老头，那我们先走了。嘿嘿，臭小子，跑那么快做什么？我女婿走了，老匹夫，你要做什么？老东西，我儿绝不会娶你闺女。你，老爷，侯爷还是挺喜欢王小姐的。我儿心有锦绣，这老东西的闺女也配？老匹夫，庞玉愿娶，我家柔儿愿嫁，你管得着吗？老东西，你要打一架不成？呀，你欺人太甚，我老夫打死你！来呀，活动活动筋。老爷，相爷何必动怒？安乐侯乃庞家独子，他想娶谁就娶谁，太师能把他赶出庞家不成？哼，有道理。他敢把庞玉赶出家门，老夫就敢多一个儿子。哼，老爷，您何必受怒啊？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您若不愿，侯爷也不可能忤逆啊。哼，老夫不答应，你女儿就别想嫁进来。圣旨到。安乐侯呢？他回去了。公公，你宣旨吧，老夫替犬子接旨。陛下有旨，赐安乐侯如朕亲临金盘一面，上方宝剑一柄，可代天巡狩，查各府民情，断各府公案，有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之权。谢主隆恩。你个小兔崽子，给老夫站住！爹，你别太过分啊！王彦霖的老东西多次反对老夫，是老夫的死敌，你还要娶他闺女，我打死你了！你给我站住！爹，你再这样，我可跑了！你敢？爹，你让我说两句啊！我先去造个小人儿，王彦霖的老东西的闺女绝不能进府！哎呀，老夫去请官家指婚。怎么今日老师和皇叔都来找朕了？本王只是进宫找官家闲聊。臣想请官家为犬子指婚。指婚？安乐侯如今名动京城，不知看上了谁家千金呢？此事朕知，是宰相王延龄之女。老师放心，朕即刻下旨。老臣想让犬子迎娶八贤王之女益阳郡主。老师，你是认真的？太师，您这是何意啊？王爷见谅，我儿对益阳郡主一见钟情，是老臣唐突，如王爷不愿，老臣愿领罚。庞玉胸有锦绣，本王倒是不反对。慢，爹，您要棒打鸳鸯。老师，庞玉和王柔，您可要考虑清楚。官家，臣主张改革，王延龄反对；臣主张对西北用兵，他又反对。臣岂能让王柔嫁进庞府？爹，您要不再斟酌下？此事臣已决定，请官家降旨。朕自幼在皇叔王府长大，益阳乃朕妹，朕娶庞玉之姐，她娶朕妹，亲上加亲，甚好。谢官家。这次不但周秦死了，太后的威望更是被打压。哎呀，皇帝掌权对吾等不利啊！王兄，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了。与百花会联络的如何了？早已约定好了，就等王兄下令劫持欧阳修。皇帝对欧阳修很看重，朝野上下都知道是他的人。若劫持欧阳修，不但可以打击皇帝的声望，对我们也有好处。你看这画多好啊！今天可算见到画了，真不错。那是什么？怎么围了那么多人？不知道，过去看看。做中秋诗词一幅，得字画一幅。玉郎，你会吗？嗨，这做首诗词得多费脑力，那一幅字画又能值几个钱？老夫欧阳修是也。老头，你说你叫欧阳修？哎，你的意思是
我做一幅中秋的诗词，能得一幅你的字画。不错，但必须老夫叫好。你可别骗本少啊！欧阳修的字画呀，别说1800年后，就算放到现在都老值钱了。玉郎，这是天下名坛大家，别失了礼数。不妨，想来你便是近日名动京城的安乐侯庞玉吧？正是本侯。这作诗嘛，我不在行，但是抄诗还行。玉郎，别闹笑话。抄的可不行。那若是你没听过的呢？人家是天下鸿儒，博览群书，还有别人没听过的诗词，真是笑话。你谁啊？看这么跟本少说话。玉郎，她是益阳郡主赵一梦，八贤王之女，她赵文斌，汝南郡王，八贤王之子。妹妹，你怎会看上这纨绔子弟？啊！我说你是吃枪药了，还是喝假酒了？庞兄，舍妹可是你的未婚妻，话可不能这么说。未婚妻？啥未婚妻啊？你与他有婚约？我跟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婚约。哎，庞兄，这个可以有。有个屁呀！哪来的未婚妻啊？今日官家下旨，将本郡主指婚于你，但本郡主绝不嫁你这纨绔子弟。你愿意嫁，我还不愿意娶呢。玉郎，这怎么办？没事儿，我这就去找皇帝姐夫，让他把圣旨收回去。欧阳老头，你这字画给我留着，本少去就回。好说。走。父王不让我退婚，那就让庞玉去退。一梦，王柔高傲，他能看上庞玉，说明庞玉绝非一般人。柔儿就是被他骗了的。王延龄也会被骗吗？臭小子，你进宫找朕做什么？哎，皇帝姐夫，我与那赵一梦八字不合，你把那圣旨撤了吧。你胡说什么？哪有撤圣旨的道理？不是老姐，那丫头跟喝了假酒一样，那皇帝姐夫不是乱点鸳鸯谱。朕告诉你，这圣旨撤不了。为啥呀？皇叔都接下圣旨了，你来找朕，朕就撤回圣旨，这是在打皇叔的脸。朕自幼在皇叔王府长大，不可能打他的脸。报！陛下，包拯包大人求见。让他进来吧。宣包拯觐见。官家，大事不好，欧阳相公被人绑架。什么？老包，你说欧阳修被人绑架了？正是。何人如此大胆，敢在京城绑架朝廷大臣？等会儿，这1个半时辰前，本少还看见这欧阳修在东街门口摆摊庆中秋啊。1个时辰前，欧阳相公途经东极巷被绑，随从被杀，老仆重伤。赶来开封府衙报案后便死去。查，给朕查！绑架朝廷重臣，胆大妄为！臣已前去勘察，但一无所获。混账！这是在打朕的脸！朕的威望被打压，最大的受益者便是太后，难道是他？皇帝姐夫，若是我能救出这欧阳老头，您看这赐婚圣旨是不是能撤呀？庞玉，朕如果连自己的心腹大臣都护不住，百官将会对朕失去信任。届时太后发难，朕就失势了。朕若失势，你庞家也就完了。明白了吗？此事干系重大，别捣乱。哎呀，老姐，皇帝姐夫，你们相信我，我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官家，侯爷查真假状元案，一晚便水落石出。好，那朕就让你试试，但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那姐夫，第一，我要5000禁军查案；第二，就是这婚事，只要你能救出欧阳修，朕都赢你。好，一言为定。哎，老包，老包，老高，你怎么在这儿？皇上不是派了5000禁军给你吗？我爹把我也塞进来了，跟着混个功劳，行吧？别捣乱啊！侯爷，这是本府在这捡到的欧阳相公紫金鱼袋。玉郎能查出来吗？
凶手是查不出来，但是救出欧阳老头，手拿把攥。一个纨绔子说大话倒是很会。你们怎么过来了？等今天晚上本侯救出欧阳修，咱俩就顾得白了。庞兄，你这话可就不对了。我妹她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还是个郡主，娶得不亏。哥，你还真是个极品呢。多谢庞兄夸奖。本少夸你了？本王就当庞兄夸了。够无耻，本少喜欢。不过你们还是回去吧，本少没工夫管你。庞兄，父王让本王带他来与你增进感情，要是现在回去，父王得打死我。但你们跟着会妨碍查案。王小姐，你手往哪儿放呢？我妹才是庞兄的未婚妻，你离她远点。老妹儿，赶紧回去抱着，那是你的位置。哎呀，本郡主才不嫁给他。哎，行了，别吵了，说正事儿。老包，除了这紫金鱼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侯爷，这就是本案的难点。凶手手法干净，脚印未留，方才你也看见了。哎呦，从本少赶到案发现场超过2个时辰，太迟了。你刚不是说能救出欧阳修吗？现在又说这话，我看你就是救不出来吧。你最好祈祷本少能救出来，要不然呢，回头本少把你天天绑上，然后再给你下药，让你欲火焚身。你无耻！庞兄，包大人都没有办法，庞兄你能有什么办法？哼，那你们就等着看本侯是如何救出这欧阳老头的。老高，我在，给我调兵，把整个东极巷街包围起来，任何人不得进出。没问题。玉郎，为何要包围东极巷街？包围东极巷街，除了民怨沸腾，还能做什么？是啊，庞兄，这好像确实没什么用啊。我这不包围，如何逼他们放人呢？这贼子劫了人还不跑，在这等着被你抓吗？老赵啊，你妹妹，你管好点，真是蠢到家了。哎，你侯爷，本府也不明白。哎，老黑，我问你啊，这整个东极巷街为何夜晚人最多呀？这东极巷街的夜晚，什么地方进人不会被注意，而出人绝对会被注意到。东极巷街有京城4大青楼，所以人多。晚上进人不被注意，出人被注意的也是青楼。本府明白了，所以现在欧阳相公还在东极巷街。不错，如果到了早上，很可能就不在了。那我们带人包围4大青楼？不行，如果包围4大青楼的话，凶手会狗急跳墙，直接杀了欧阳老头。欧阳修是天下大儒，他们不敢。那帮人可是要弑君的，一个天下大儒算得了什么？什么？弑君？真是纨绔，谁敢弑君？这是掉脑袋的大罪。玉郎的意思是，这些凶手都是谋逆叛党？哎呀，还是我家柔儿聪明，不像有些人呢，胸大无脑。你下流！谢谢夸奖啊。庞兄为何如此肯定？这欧阳修除了威望，还有啥呀？绑架他的人肯定是造反组织啊。就不能是为了钱吗？那绑架富户不行啊，绑架欧阳修那有多大的风险啊？哼，老包，你带人在这守着，我带一队禁军去4大青楼。你刚不是说包围4大青楼会逼死欧阳修？哎呀，行了，我懒得跟你说，怎么跟你走？他怎么戴着面巾啊？侯爷，这是我们香心院的花魁孟云姑娘。摘了。侯爷，我女儿还未出阁呢，这要是摘了，让她以后可怎么见人呢？老高，给她摘了。不能摘。小娘子，是你自己动手啊，还是本衙内帮你啊？高大官人，不能摘啊！老高，香心院藏匿逆党，疯了！别，我们摘。
女儿啊，摘了吧，他们要封了咱们的湘心院呢。所有人把双手伸出来，违抗者杀无赦。你这刀疤怎么回事？侯爷，这疤是我家孟云以前不小心被划了留下的。审问他们所有人，包括老家在哪儿，都给我统计出来。是。侯爷，都统计出来了。湘心院的人都出去吧，等本侯命令。玉郎，查出什么了没有？那花魁会舞，难道他们就是逆党？还不确定。他们就像是普通人，哪里有什么好特别的？别说话，免得暴露智商。走，去第2青楼，韶华阁。侯爷，我们韶华阁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了，您看还有什么吩咐？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面巾摘了。都听到没有？把面巾都摘了，把手都伸出来。侯爷，还要奴家做什么吗？过来。你看什么？哼！走，去下一家御仙楼。带刀来见本侯，把他们的刀下了。你敢？你们都干什么？把刀给收起来！敢在本侯面前拔刀，来人，杀！再敢叫格杀勿论！你们御仙楼敢对本侯动刀？侯爷，都是误会。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敢违背者，死！在看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堂兄，你这已经去了3家青楼了，可有什么收获？他能发现什么线索？就知道瞎转悠。我说就你这智商啊，生出来的孩子都得是智障。嘿你！益阳郡主，不要打扰玉郎破案。这湘心院的花魁不像花魁，老鸨不像老鸨，韶华阁呢，众人态度微妙。这御仙楼背后应该是京城权贵。以前本王倒是听说过，这京城4大青楼各个背景都不简单，只是关系太复杂，一般也没人敢去查。最后就剩这家文墨轩了，走。混账东西！拿个燕窝还要这么久，还烫着本王，你想死吗？王爷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王爷，这就是个下贱婢女，你何必与她一般计较？哼，还不快滚！小心点，别摔着。谢谢公子。去吧。全是燕窝。庞玉，你个混账，敢不让本王离开这里？怎么回事啊？禀侯爷，清河郡王想要离开，但侯爷有令，任何人不得离开，因此京军弟兄并未放他离开。庞玉，本王跟你说话了，你没听见吗？让本王离开这儿，否则……否则什么？不服打一架呀！玉郎，听说以前你们经常和宗室王爷打架。宗室看咱们衙内不爽，当然得打。纨绔就是纨绔，
就知道打架。王妹、王兄，你们看，你们看！都别吵了，庞兄马上迎娶本王妹妹，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说了，本君主不嫁。本少爷也说了，你想嫁，我还不愿意娶你呢，蠢货！庞兄，该办正事了。你就是文墨轩老鸨吧？把你青楼所有人都给本少叫出！大事不好了，主房死人了！这不是先前我看到的女子吗？嘴唇发紫，中毒而亡。传本侯命令，任何人不得离开，否则杀无赦。是。老鸨呢？过来。死者叫什么名字？侯爷，她叫小翠，是我们墨轩当家花魁的贴身侍女。死者平时跟谁有什么过节吗？小翠没仇家，平日里连口角都没有。你确定？侯爷，奴家不敢骗你，这事儿你一打听就知道了。那他平日里有什么爱好？要说爱好，就是馋嘴，客人吃剩的烧鸡都要捡2口。是谁发现小翠尸体的？侯爷，是小的去库房取食材，回来后就看见小翠死了。你是厨子？是的。除了去拿食材，还有什么时候离开过厨房？只有拿食材的时候离开过，还在这儿吃了早饭。那就是你下毒毒死的小翠，你是厨子，最有机会。请侯爷明察，就算给我天大的胆子，草民也不敢下毒害人呐。没说是你，都起来吧。给我闭嘴！上一次去拿食材是什么时候？大约1炷香之前。1炷香之前？但是我似乎看到小翠在翻窗。这侍女的主子呢？叫过来。奴家见过侯爷。齐西脸。1炷香之前，你在何处？今夜因禁军封锁东极街巷，奴家在闺房并未出来。小翠是喝了燕窝，中毒而死。啊！这锅里燕窝有毒？不，只有小翠喝的那碗有毒。想要知道小翠是什么时候喝的燕窝，你最清楚。小翠与我情同姐妹，我怎会毒死她？侯爷，小翠以前是乞丐，是西脸将她收留，西脸没道理给她下毒。你确定？侯爷，奴家确定。其他人都离开吧。你留下。是。齐西脸，你可知罪？请侯爷相信我，我真没想毒死小翠。你是没想毒死小翠，但你想毒死清河郡王赵文允。
什么？毒死赵文允？你想毒死赵文允，但小翠的馋嘴让他送了命。玉郎，万一是别人喝下了这碗有毒的燕窝呢？老高，你说说，这平日里赵文允来青楼都是怎么样的？那必然是呼来喝去，估计整个青楼都能听见。所以，齐西脸是在听到赵文允要了燕窝后，他便去厨房盛了一碗，然后下了毒。不错，齐西脸知道是凤儿在端燕窝，而凤儿做事急躁，粗心大意，肯定会端着燕窝就走，而不想为何灶台上会出现一碗已经盛好的燕窝。就在这时，小翠翻墙进了厨房。柔儿，还记得你刚刚问我看到什么吗？当时你就看到小翠翻窗进了厨房。小翠在喝下燕窝之后，为了避免被发现，所以重新盛了一碗燕窝放在这灶台之上。凤儿端着没毒的燕窝离开，小翠也想离开，但刚到厨房门口便毒发身亡。齐西脸，本侯说的可对？庞兄，你是如何看出的？我们看了一圈也没看明白啊。灶台上的2个水印子让本侯想明白了一切。厉害啊，仅凭2个水印子居然能推断出一切。我感觉也就那样吧。齐西脸，再不说出自己的冤情，本侯可就不管你了。玉郎的意思是齐西莲有冤情，所以才要毒杀赵文允。赵文允再怎么样也是宗室郡王，怎么会对个青楼女子做什么啊？对啊，庞兄，对一个青楼花魁做什么？那赵文允也太掉价了吧！清河郡王赵文允奸淫佳姐，杀我全家，求侯爷为我做主。你没说错，赵文允奸淫你姐，杀你全家。清河郡王不是这样的人吧？强抢民女，杀人全家，这也太掉价了吧！我齐家本是洛南钟鸣鼎食之家，去年年初，赵文允欲纳我姐为妾，我姐不愿，赵文允派王府侍卫强抢，一名侍卫腰牌掉落，赵文允便伙同知县杀我全家灭口，连10岁的弟弟都未能幸免，求侯爷为我做主。玉郎，他好可怜，你能帮帮他吗？那你是如何成为这青楼花魁的？小女子在老管家帮助下侥幸逃脱，来到京城后，听闻赵文允流连青楼烟花之地，便卖身于文墨轩，只为复仇。庞兄，赵文允是咱们宗室郡王，可不能单凭他几句话就胡来啊！小疯子，老赵，看看这是什么？如朕亲临金牌，有了证据，别说是郡王，就算是亲王，我也照样抓。齐西脸，你将小翠毒死，治罪是免不了的，但本侯可以向你保证，在将你治罪前，一定会让你亲眼看着赵文允下地狱。侯爷所言当真？玉郎说了会为你主持公道，就一定会为你伸冤。别说郡王，就算是亲王来了也跑不掉。民女叩谢侯爷大恩。我派人将你先送去太师府，别在文墨轩待着了。欧阳修没救出来，还帮别人。现在快到卯时了吧？还有1刻钟就卯时了。老高，立刻派1000禁军在附近进行大范围搜索。是。走。你不是说今晚就能救出欧阳修吗？再有半个时辰，天就要亮了。庞兄，你这是在等啥呢？放心，不出2刻钟，凶手就会出现。老高，准备好了吗？侯爷，你就放心吧。神神秘秘的，你凭什么认为凶手会出现啊？他们又不是傻子。老赵，真的管好你的妹妹，真是蠢到家了。老庞，我妹可是你的未婚妻，很快就不是了。第起！
保护侯爷，滚开！刀盾兵在前，长枪兵压后，阻阵推进。胆敢后退者，斩！你没受伤吧？管好你自己。玉郎没事。侯爷没留下活口。不是说救出欧阳修吗？人呢？他们若不冲击军阵，就根本没时间放走欧阳修。蠢货！你报！侯爷，找到欧阳相公了。先前不是说没找到吗？是逆党放了欧阳修。如侯爷所料，逆党袭击，吸引禁军注意，再到其他地方放掉欧阳修，迅速撤离。那还能抓住逆党吗？以后应该有机会，今天是不行了。王小姐，逆党要么暴露自身，要么放走欧阳修，而我们要么破获逆党，要么救回欧阳修。若选择破获逆党，欧阳修必死。去，把欧阳老头给我带过来。等天一亮，我就进宫，让我皇帝姐夫撤回圣旨。老夫谢过安乐侯。不谢，欧阳老头，你可还欠着我字画呢。只要安乐侯拿出诗词，字画要多少有多少。这简单。老高，预备笔墨纸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庞兄，这是你写的？抄的。不知何人所作？不知道，反正听别人念过，就记下来了。庞兄，这定是你自己做的吧？若是他人所写，早就名扬天下了。哎呀，我连验诗都写不明白，还写这个呀？报！侯爷，所有尸体全部处理好了。走，回去复职。皇叔，你觉得如何？写这词得有一定阅历，这小子呀，没这阅历。侯爷说是抄的，但臣从未听闻。这一点臣也有所感觉，但从未听过此词。算了，卿家可知被何人劫持？臣被骗到无人处后就昏迷了，并不知。罢了，你们先退下吧。皇帝姐夫，我可是把欧阳老头救出来了，你可不带反悔的。朕说话算数，不过得等一下。等到啥时候？听说你要帮齐西脸申冤，朕保证你为他申冤后，圣旨肯定下来。你这找这么多借口，不会骗我吧？你是朕的小舅子，朕岂会骗你啊？那行，那我先下去了。皇叔，皇妹什么意思？那丫头好像不太想退婚，像是被那小子给迷住了。如此甚好，这臭小子接连3次助阵，绝非运气可言。陛下，庞玉要去洛南县为齐西莲申冤，臣想让文斌和汝阳一同前往。好。王兄，麻烦了！不但欧阳修被救走了，庞玉还要查洛南齐家的案子。王兄，庞玉绝对不能留啊！一旦被他知道那些事儿，咱们都得玩完。庞玉身边有太师府的精锐保护，你们杀不了他。就没有其他办法吗？洛南知县陈太生是我们的人，怕什么？何况此事做得很干净。可他一晚上就逼得我们放了欧阳修。放心吧，此事本王会盯着。但是你们近段时日，勿要再来四海大院。
你说你姐姐有个未婚夫叫泰明，姓什么？民女不知，只知他叫泰明。不知？当年民女在乡下养病，回城后3月也因体弱待在闺房，未曾见过。可还活着？当年救我的老管家说无一活口，他应该也死了。还有其他的吗？这是当初赵文宇侍卫一事的令牌。这是楚公王府的令牌。本侯知道了，先下去吧。民女告退。不对劲，说之前的刺客是赵文宇的人，那他为何要让王府侍卫去干这事儿？死士不是更好？侯爷，这是陈太生留存吏部的档案。玉郎有何不对吗？陈太生于4年前高中进士，3年前放弃了候补，去了洛南县。这很正常啊，许多没背景的士子都会选择去下等县任职。前年年底，吏部对陈太生的考核是尚可，去年年底，吏部给了优。不明白。吏部的考核十分严格，也是官员升官的重要依据。一个为钱财灭其家满门的人，会是好官吗？万一此人不法，但又有能力呢？不，这与能力无关，与人性有关。小疯子，明日启程去洛南县。好，小的马上去准备。侯爷，包大人在府外求见。老包，让他进来吧。是。老包，坐。这是？此女蝶雨轩，本为良家女，被人以父母要挟，逼她卖身于玉仙楼。她父母一夜之间被人灭口，一丝证据也未留下。民女求侯爷为我做主。哎呀，这本侯明日启程要去洛南县啊。明日？这么快？再不快点啊，那赵文远又该作妖了。那麻烦了。玉仙楼找本府要人，若将蝶雨轩交给玉仙楼，生死难料。此事简单，本侯找人去衙门状告这蝶雨轩偷东西，有案子，咱们就能光明正大的把他扣在开封府了。就是玉仙楼啊，也无话可说。此计甚好，本府先行告辞。这天底下怎会有如此多的苦命人？世间不平事多如牛毛，我虽纨绔，却也愿做力所能及之事。快休息吧，明日还要赶路。下官陈太生参见侯爷。诸位免礼。本侯代天巡狩，将在洛南叨扰几日。此乃下官福分，下官已在县衙设宴，为侯爷接风洗尘。不用，今日本侯赶路劳累，直接去驿馆了，明日再召你。是。侯爷，那人似乎不是陈太生。什么？不是？七姑娘，你没看错吧？天下应该没人敢冒充朝廷命官吧？民女见过陈太生几次，此人与陈太生容貌一致，但气质不同。还有呢？陈太生文弱，但此人体型健硕不少。有没有可能是长胖了？倒是有这可能。哎呀，本侯呢？出去走走，有要一起的吗？不去。我要去。
小疯子，走。客官，咱吃点啥呀？哎，小二啊，向你打听点事儿。不知这洛南县的父母官如何呀？咱们的县太爷呀，是难得一见的好官。怎么说？这2年停了苛捐杂税不说，还搞了个书院。这2年啊？那之前几年呢？前年他刚上任那会儿啊，收的可狠了。去年年初突然就不收了。有意思。有人说是县太爷做了缺德事儿，遭报应了，在这积德呢。遭报应？什么报应啊？2年前县太爷那个腿呀，突然就瘸了。腿还能突然瘸的？可不是吗？哦，行，给我们上壶好酒，再来只炖羊，再来只炖鸡。得嘞，二位爷稍等。老庞，我的银子呢？你又不差这点儿。那是我的私房钱，你在西府军收了那么多的贿赂，还拿我的？谁让你跟着来的？还不是父王逼的。对了，这洛南知县肯定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保证还很有意思。侯爷，我说你这腿怎么一瘸一拐的呀？让侯爷见笑了。去年不慎摔伤，有损体面。我看你是腿瘸心不瘸啊！刚看了你这书院做得多好，得有100多学生了吧？下官惭愧啊，直到几个月前才刚刚投以钱财建这书院。听说来你们这书院不要钱？下官是想让孩童多识几个字，将来就算不参加科考，日子也能好过一些。做得好，走，带本侯去你那田地看看。哎，侯爷这边请。玉郎在想什么呢？他在想陈太生这个县令呢。齐西莲带来了，进来。民女见过侯爷。齐西莲，本侯问你，这陈太生可是个瘸子？不是啊，他腿一直很好。那县令说是去年年初才断的腿。一个县令摔成残疾，那得摔成什么样啊？更何况身边一直有人。你想说他是假的？体型和气质不像，但这些都可以改变，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容貌。哎呀，你别捣乱！什么捣乱？本来就是啊！玉郎，如果我们都发现不对劲的话，那县衙的人早就发现了。先不急着下定论，我让高宝申派人去查了，等消息吧。侯爷，陈太生每月5日确实会去净云寺上香，而且他县衙后院还修了一座佛堂。你说什么？我军夜不收，悄悄翻进了县衙后院，发现确有一座佛堂。这知县一定是假的。玉郎，官员修缮佛堂是不妥，但不至于是假的吧？哥，这些是朝廷命官，谁敢冒充啊？若世子真信佛，基本与科考无缘。妹妹，科考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不能与佛有过多瓜葛。为什么？5代十国后的儒道合流，可比汉武帝罢黜百家更极端呢。别问，立马派人把城墙和县衙都给本侯钉死了。诺，末将这便去。玉郎，我们现在做什么？等。侯爷，侯爷，查到什么了？一切如您所料，傍晚有人提着食盒去北部山中密室，那里藏人了。还有什么？末将已经派人秘密把他带回来了。来人！你叫什么名字？小的叫王四。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否则要你命。我都说。我们知县是假知县，真知县被关在北部山中密室。假知县叫什么名字？他有什么过往？
甲知县叫陈太明，我们本是城中地痞，2年前摸进县衙，绑了知县，杀了县衙众人。杀进县衙，绑架知县，这是要造反！陈太明为什么劫持陈太生？他们是不是亲兄弟？小的只知道，我们老大陈太明与县老爷有过节。他之前是大家族的女婿，后来因县老爷落败。那陈太明为什么要去净云寺进香？为什么修佛堂？他杀了县衙之人，心里有愧，超度他们。还知道什么？小的只知道这些了。求侯爷饶命啊！带下去关着。饶命！饶命啊！饶命啊！老高，秘密逮捕陈太明，再派人去救出陈太生。诺。赵一梦，去把齐洗脸叫来。凭什么还是我去啊？你要是不想去，就回京城，别在这碍眼。你要是不想去，就回京城，别在这碍眼。老庞，那是我妹妹，你的未婚妻。我说过，很快就不是了。老庞，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那谁让他跟着来的？本王跟他看不对眼。我要是不带他来，父王能答应吗？人带来了。民女见过侯爷。齐洗脸，本侯问你，你姐夫是不是叫陈太明？他和陈太生是不是孪生兄弟？这民女不知，民女未曾见过。没事，明日便真相大白了。哼，又在吹牛。妹妹，这事儿啊，还真有可能。洛南知县到底怎么回事？陛下有罪，这几日才查到，陈太生有一个弟弟叫陈太明，是洛南豪绅齐家一个女婿，也是行动中唯二活下来的人。哼，废物！陛下有罪。回京告诉赵文成，放弃赵文远，不能让庞玉查到我们的头上。是，陛下即刻回京。文明奏有没有说什么？根据京城传回来的消息，还没开口。告诉文成，这件事要抓紧，庞玉回京就会插手了。诺。下官陈太生参见侯爷，叩谢侯爷大恩，下官没齿难忘。陈太生，你说说吧。是，侯爷。下官胞弟陈太明于去年元月14日带人闯入县衙，屠杀衙役，后又将下官劫持至北部山中密室。孪生兄弟，怪不得一模一样。天下间竟有此奇事，又让玉郎说对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那陈太明是如何能闯进县衙的？下官惭愧，对胞弟过于纵容，致使他强闯县衙，冒充知县。行了，你先起来，在边上站着吧。是。押进来。侯爷，这是何意？下官好像从来没有得罪过您。陈太明，你暗害冒充朝廷命官，擅杀衙役，你可知罪？下官不知道侯爷在说什么。那你抬起头来，看看他是谁。你，二弟，没想到有朝一日为兄还能站在你面前吧？陈太明，你还不打算招吗？没错，我是陈太生的同母胞弟陈太明，是我抓了他，杀了衙役。侯爷，陈太明冒充谋害朝廷命官，此乃是死罪啊！是死罪。陈太生，哼，你以权谋私，欺上瞒下，杀害齐家68口，你可知罪？侯爷，此乃何意啊？本侯的意思，你还不懂吗？玉郎，你有证据了？这说的我都迷糊了。好，
那让本侯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洛南县巨富士神齐伯宇，膝下有2女1子，长女齐熙云招赘婿，名陈太明，虽有腿瘸，可机智聪慧，深得齐伯宇欢心。是如此吧？正是。可好景不长啊，这赵文允想纳齐熙云为妾，齐家不从，赵文允大怒，派人强抢。行动中，一名侍卫腰牌掉落被捡到，赵文允心生恐惧，伙同洛南知县陈太升，将齐家灭口。下官没有，侯爷，切勿听信他人胡说八道啊！那你说说，这陈太明为何要报复于你啊？可你说的没证据啊！陈太明是他弟弟，他没必要伙同外人害自己的弟弟啊！本侯想，这证据就在陈太明的瘸腿上吧？你说说吧。父亲希望光耀门楣，但奈何家境有限，只能让一人进学。我天资聪慧，父亲便让我去进学。但陈太升心生嫉妒，找人砸断我腿，使我无缘可娶。我外出游历得岳父赏识，被召为婿。你妻子还有一个妹妹，你可知道？草民知道一些，她叫齐西莲，但我从未见过她。陈太升，你还有何话说？侯爷，他没证据，他胡说。那你可还认得他？狗乖，你可曾想到我还活着？你是齐西莲，你还活着？当晚在老管家的帮助下，我侥幸逃脱。狗乖，就是你灭我齐家满门！你没证据，你没有证据！老高，拖出去剐了！侯爷，我乃朝廷命官，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庞玉称爵于侯，掌如镇千连金牌，我尚方宝剑乃代天巡狩，有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之权。别说杀你一个7品知县，就算是斩4品知府，也在本侯便宜行事之内。拖下去！放心吧，侯爷，本衙内最喜欢干这事儿了。不要凌迟！本衙内一定保证你刮够3600刀，才让你死。我招，我全部都招。是我谋害齐家，是我砸断胞弟的腿。让他签字画押。侯爷，侯爷，你姐姐齐虚云的情况，你可了解？民女不知。没事，回头就知道了。到时候，你敢出堂作证吗？敢。好，先回县衙处理事情，然后随本侯回京。回县衙？本侯代天巡狩，有临机决断权。你且暂代知县一职，待本侯上报朝廷，再做取处。草民叩谢侯爷大恩。都下去准备吧。柔儿，明日咱们就启程回京，逮捕赵文允。逮捕赵文允？玉冷，你确定齐熙云在恭王府还活着吗？我父亲用600里加急文书告诉我，齐熙云活着。赵德明是亲王。老庞，强闯亲王府，罪过可不小啊！兵围王府，你是要谋反吗？赵文允，是你自己束手就擒，还是本侯动武呀？擅闯亲王府邸，形同谋反，这个罪你担得起吗？给我抓！胆敢阻拦者，格杀勿论！你们这群混账，给本王杀了他们！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走！放开我！放肆！庞玉，你这是谋反！给我搜！玉郎不可，抓赵文允是为案子，但擅搜王府后院是大罪。你抓赵文允，我父王能周旋一二，但擅搜王府后院，我父王保不住你。老庞，抓赵文允就行了，别搜王府后院。好了，救出齐齐云，跟我来！站住！你放肆！庞玉，老夫定要奏明圣上，治你谋反之罪。侯爷，齐齐云找到了。奴婢叩谢侯爷大恩。把赵文允扔到刑部大牢，告诉刑部尚书贾圣权，没有本侯命令，不得任何人探视。放心，这不是问题。赵德明，你就等着问罪吧。你，陛下，庞玉那王八蛋擅闯王府后院，这是不将皇室放在眼中啊！庞玉是王八蛋，那本宫是什么？陈师爷，请娘娘息怒。官家赐庞玉如朕亲临金牌和尚方宝剑，乃代天巡狩，有先斩后奏、变异行事之权。皇叔张嘴便骂，不觉得有失体统吗？请陛下责罚。这次就算了，不可再有下次。臣叩谢官家。皇叔回去吧。臣告退。皇帝姐夫，我把赵文允抓了。你确定赵文允做了这些事？我有证据，但还有些事。官家，老臣先行告退。陛下，臣妾先行告退。臭小子，说吧，什么事？皇帝姐夫，据我调查，赵文允在行谋反之事。什么？谋反？有铁证吗？没有，但有人证。我密审过陈太生，他说赵文允之前找他，让他做下等知县，保证他将来平步青云。还有呢？齐家的钱不在陈太生手中，而是都给了赵文允。齐家是洛南第一豪绅，家产有多少？超过10万贯。一个宗室王爵要这么多钱，必然是谋反。赵文允只是个马前卒，他背后肯定还有人。他和楚恭王府没那么大能耐。你想如何做？以强抢民女、灭齐家满门为由，斩赵文允，打草惊蛇。不挖出他幕后之人吗？他不会承认谋反，否则楚恭王府都得死。好，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那我先下去了，记得圣旨的事儿啊。放心，包在朕的身上。太师之子庞玉，宰相之女王柔，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今朕特赐王柔为安乐侯庞玉平妻，愿汝等永结同心。侯爷，接旨吧。这不是说取消婚约吗？和汝阳郡主的。不取消啊。啥？侯爷，咱家先回去了。爹，这怎么是指婚呢？天家圣旨岂能收回？所以只能给你指婚了。不行，就赵一梦那个傻娘们，我是。侯爷，包大人求见。老包，让他进来。好，老夫到衙门去了。侯爷，老包，侯爷，
可还记得典宇轩案子？记得，他父母被一把大火烧死。对了，那玉仙楼的幕后东家查到了吗？只查到玉仙楼老鸨和城东王大官人，他们俩只是障眼法罢了。这样，我审理赵文允一案后，再接典宇轩的案子。此计甚好，劳烦侯爷了。无妨，既然本侯看见了，断无袖手旁观的道理。王兄，我们真的对文允见死不救吗？我怀疑庞玉发现我们谋反。不可能，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他不可能发现。在皇帝与太后争权中，宗室弟子占太后一方，如今太后定会保文允。若不保，宗室弟子谁还站在太后一方？可是先前陈世美、周瑾等人，太后也保不住啊。好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从温明增口中撬出密钥所在，否则前功尽弃。小疯子，把他蟒袍给我扒了。庞玉，放肆！我儿还是郡王，你凭什么这么对他？八王爷，难道任由他如此放肆吗？楚公王，安静！啊！本侯看看谁敢拦着。庞玉，本王是不会放过你的。嗨，赵文允啊，你强抢民女，又灭齐家满门，是本侯不会放过你。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进来。侯爷，民女本为洛南豪山齐家长女，前年被清河郡王赵文允抢入王府，玷污民女清白后，又扔到王府做丫鬟。前年王爷告诉下官，灭齐家，下官得钱财，他得齐细云。呸！空口白话，这是诬陷。那你看看这个，还是诬陷吗？你，小疯子，把这令牌给八仙王看看，问问他到底是不是楚公王府的。这的确是楚公王府的令牌，那就没错了。来人，将赵文允拉下去，砍了！哀家看谁敢！哀家看谁敢！哦，太后，求太后救救我儿啊！太后当真要为了一个强抢民女、无故灭齐家满门的凶手说话吗？稀罕什么？居然为本侯说话了！我只为正义。庞玉，你有什么资格占宗室王爵？宗室子弟犯错，由宗人府处置，轮不到你。把赵文允交给哀家，若连赵文允都保不住，今后宗室子弟还有谁支持哀家？今后岂不是都要支持皇帝？没错，你没资格审本王。宗人府能审的人，本侯能审；宗人府不能审的人，本侯也能审。就因为本侯有如朕千灵金牌和尚方宝剑，这就是皇权特许。你们说，本侯够不够格呀？那你连哀家一起斩了，哀家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先让太后带走赵文允，去找皇兄请圣旨。小疯子，你有点眼力见儿啊！太后乃千金之躯，怎能接触赵文允这种穷凶极恶之徒？还不把太后保护起来？来人呐，把太后和公主保护起来！你们敢！本侯说了，把太后和公主保护起来啊！庞玉，你敢对哀家放肆？砍！
八王，你要保这人呢？父王，赵文允强抢民女，滥杀无辜，你怎能保他？八叔，救我！我不想死。八弟，不论怎么说，文允也是宗室子弟。本王知道如何做。让开！把赵文允交给本王。让开，不然连你一起斩！八叔乃亲王，皇兄更是在八叔王府长大，他们亲如父子。你敢动八叔，就是在找死！赵文允毕竟是宗室子弟，洛南齐家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因为他赵文允贪恋，导致家破人亡。因为他，齐熙云成了一介奴仆；因为他，齐熙脸进了青楼；因为他，齐家上百人被杀。就因为他是宗室子弟，就能肆意杀人是吗？庞玉，这天下都是我皇家的，本王杀几个人玩玩怎么了？你不是狂吗？有本事当着我八叔的面杀了我呀！天下是皇家的，而你也是得了皇家的恩宠，才有安乐侯的爵位。都给本王闭嘴！最后一遍，滚开！不用你动手，本王亲自清理门户。八叔，八弟，你八哥，文允是你侄子呀！身为宗室王爵，强抢民女，灭齐家满门，这难道是要让天下的百姓对皇室离心离德吗？那也是你的侄子呀！正因是侄子，本王更需要清理门户。八弟，你等着，我们走。赵文允已死，但你们的事还没完，去太师府等消息吧。蝶雨轩的案子怎么样了？目前就查到蝶雨轩的父亲是个盗墓贼，其他的呢？目前本侯只知道这蝶雨轩被威胁去玉仙楼做花魁，还有他父母被烧死在家中，其他不知。算了，本侯先把蝶雨轩带走，你把卷宗送上来吧。有劳侯爷了。唉，齐熙云，官家给你3000贯钱予以补偿，希望你日后能够好好生活。侯爷，不知朝廷打算如何处置泰明？哎呀，冒充朝廷命官乃是死罪。不过念在陈泰明颇有政绩，家父给他争取到一个机会，下任洛南知县，5年后高中进士，可免罪责。侯爷，当真？草民不下官叩谢侯爷大恩。你毒害小翠，预谋宗室，本该处死，但皇帝姐夫呢，念你事出有因，特将你交给本侯处置。西烈任由侯爷处置。本侯就将文墨轩交给你，你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给他们口饭吃，也可以让他们做一些端茶递水的差事，但是切记，不许让他们接客。西烈叩谢侯爷大恩。行了，都下去吧。哦，啊，你来做什么？父王逼我来的，你以为我想来？那你不许捣乱，明白吗？王兄，文允死了，太后接连失利，皇帝逐渐掌握权力了呀！我知道，所以我们必须得加快速度。可是温明增死活不说，庞玉还把蝶雨轩领回太师府了，还是失算了。庞玉胸怀大才，还是小看他了。王兄，我认为庞玉绝不能留了，此子太过妖孽。如此大才，杀了岂不可惜？可是他杀了文允呢，我绝对不放过他。哎，我们要以大业为重，不可感情用事。侯爷，这里便是民女的家，只是程废墟了。程废墟之后，有人来过吗？周围没人住，没人会来。你知不知道这周围为何会没人来？我看这儿土地肥沃，开垦一下便是良田啊。民女不知。侯爷，我知道，主要是因为这个湖。湖？
这叫坑尸虎。传闻后梁皇帝朱温挖坑掩埋战俘，但他儿子发动政变，此事便搁置了。下雨时节，暴雨连绵不断，形成了湖。周围的百姓嫌这里晦气，就搬走了。后梁，那蝶雨轩怎么会住在这里？该不会有什么怪癖吧？一个盗墓贼非要住在这里？你父亲平时有没有什么爱好啊？父亲经常坐在家中看湖。看湖？哎，侯爷，咱不是来勘察现场的吗？这现场一眼就看完了，你们没发现不对劲吗？玉郎，你有什么发现吗？从刚才的火灾焚烧痕迹来看，床上的被褥、衣物都在地上被烧，证明凶手在放火之前翻找过东西。凶手的真正目标是你父亲，你才是威胁你父亲的人质。为什么？因为你父亲身上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走，回开封府衙。怎么会如此臭啊！唐玉，你干嘛要把尸体搬来？你变态！闭嘴！再捣乱就回去啊！凭什么只赶我走？那他呢？侯爷，这2具尸体便是蝶雨轩父母。开膛验尸了吗？蝶雨轩确认是他父母后就没验。他们不是蝶雨轩父母。虽面部被毁，但牙齿、年龄、身体及随身物品的确是我的父母。玉郎为何会如此说？你干什么？好臭啊！如果蝶雨轩父母真是被烧死的话，体内水分会被大量蒸发，加上现在冬季，尸体不会臭。玉郎的意思是，这2具尸体早死了。没错，唯有如此，尸体才会如此之臭。这岂不是线索又断了？错，是离真相更近了。老包，开封府有蝶明增的户籍档案吗？只有最近20年，20年前的户籍档案都已上交户部。没留备份吗？天下人口大查，唯有西京长安、南都健康府才有备份，开封府不留存。那开封府可有坑尸湖的限制记录？这需要查一下。侯爷，这上面有坑尸湖的记载。乾化2年，帝令涛巡风水堡，涛转旋数月，中定李家庄500军士劳作半旬，得巨坑，兵士日夜守候。乾化2年5月，暴雨连日，黄河决堤，河水倒灌，帝甚怒，涛不知所踪，500兵士伏于巨坑之上。帝令涛莫非是道圣温涛？这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看不懂？乾化2年是后梁皇帝朱温的年号。县志注解呢？没有。去户部。去户部干嘛？蝶明增是20年前上级的，那前15年呢？按照我朝律例，5岁孩童便要上级。走。别紧张。侯爷，蝶明增并未查到，但查到李家庄温家有子温明增上级。温明增、蝶明增，难道说蝶雨轩应该叫温雨轩？只是温明增为何要改姓？这是对祖宗不敬啊！温明增就是道圣温涛的后人。麻烦钱大人了。侯爷不必如此，还请侯爷替我向恩师问好。本侯会告诉家父的。柔儿，等会儿完事儿你就先回相府吧。危险吗？要不要我叫父亲帮忙？不用，这件事啊不一般。啊，你也回去吧，别跟着了。我又没妨碍你。听话。哦，好吧。秦大人，告辞。侯爷请。你父亲平日里有什么朋友吗？没有。那他有没有给过你什么，或者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有刺客！
好胆，敢在京城刺杀本王妹夫！给我上！没事吧？老庞，你没事吧？赵文斌为何在此带着王府侍卫出现？没事儿，就是蝶雨轩被刘使命中。你先善后，我带他回太师府。厨房刚做的参汤，喝着暖暖身子。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要不是我父王逼着我来照顾，本郡主才不愿意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侯爷，不行吗？哎，行，两人好好的，别吵架。对了，柔儿，蝶雨轩怎么样了？只是轻伤，问题不大，但他后背有一串奇怪的字符。奇怪的字符？看着像字，但又不是。难道温明增把线索刻在了蝶雨轩的后背上？走，去看看。侯爷，脱了。侯爷，玉郎要看你身上的字符啊！你看，就是这些奇怪的字符。这是什么字啊？看着好熟悉。钥匙，西安兵马俑坟冢，简体字，这是简体字。蝶雨轩的父亲是穿越者。谁让你去刺杀的？本王早就跟你说过，不许刺杀庞玉。昨晚要不是你，他已经死了。你好好在京城里待着。庞玉已经带着10多名太师府护卫赶去西京长安了。不可能，我准备在长安埋伏，等他帮我找到东西之后，我就杀了他。这是他引蛇出洞的计划。哼，本王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侯爷，找到了。亏得咱们一路风餐露宿，连客栈都没住，净在野外扎营了。哎，行了，给本侯把他挖出来。侯爷，没有尸体，只有一个剑盒。侯爷，是把剑，准确的说是钥匙。安乐侯果然聪慧啊！可惜这一切都给本王做了嫁衣。庞玉，我已经派了数百精锐包围于此，还不束手就擒？安邑郡王赵文成，本侯等你多时了。哦，你在等本王？不等你，还能等谁呀？庞玉啊，你就装吧，今日我就杀了你，为文允报仇。错，死的该是你。笑话，你谋逆造反，难道不该死吗？你怎知我造反？从本侯调查这齐家灭门惨案之时，便知他赵文允要造反。更知道他不过是个马前卒，胡说八道！陈太生暗中告诉本侯，他已经投效了赵文允，所以你放了陈太生，是为了迷惑我们？不错，不可能，我们一直和太后在一起，你不可能识破。皇帝跟太后争权，你身为宗室王爵，本来应该助皇帝解缚，可是呢，你们却帮太后，说明你们已经在暗中谋反了。不可能，你不可能识破我们的计划，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在本侯得知你们劫持蝶雨轩父母是为了逼蝶雨轩去这玉仙楼做花魁时，本侯便知此事并不简单，不过是事后诸葛亮罢了。何话？在本侯去了蝶雨轩家中，发现这现场的焚烧痕迹凌乱，证明凶手在放火之前翻找过东西。本侯明白了，凶手的真正目标是蝶雨轩的父亲。于是，本侯去了开封府衙验尸。侯爷，您说的是那2具尸体？不错，在本侯踏入停尸房，便知他们不是蝶雨轩的父母。于是本侯开始调查起了蝶明增。在看了开封日志，又翻阅了户部资料之后，本侯明白了，你们是想要温涛找到的宝藏，所以制造温明增假死。可惜啊，他一直不说，因此在本侯前往这长安时，你们定会尾随。果然不出本侯所料，在本侯找到宝藏钥匙的那一刻，你
出现了。精彩啊！安乐侯分析的果然精彩。你说再多，也改变不了你要死的命运。哎呀，赵文成，既然本侯敢这么做，你以为本侯就没有后手吗？那本王倒要看看什么是你的后手啊！本王就是他的后手。八叔，八叔，你怎么会在此？除了八贤王，还有1000骑兵。安乐侯一路疾驰，逢城不入，便是吸引你的注意力，好让本王一路尾随。八叔，杀了他！我们闭嘴！你谋逆造反，乃必死之罪。若不想连累你父王，束手就擒吧。放下吧，压下去。安乐侯庞玉接旨。不用，站着就行。安乐侯庞玉智破逆贼，护社稷周全，朕上承天意，下顺民心，加封庞玉为太子少师，全知京畿路、京西路、京东路3路观察使，赐同进士。说完了？你小子还想要什么？这完全是个虚职啊！这皇帝姐夫也太不地道了。对别人是虚职，但你长如朕亲临金牌，手持尚方宝剑，这便是实权。算了，回京吧。侯爷，这是中毒了，你们去迟了。赵文成出京后，本府便去王府救人，是赵文成早就下毒，本府还去请御医，但御医也束手无策。爹，你醒了。包大人，文明曾，这位便是救你一家的安乐侯，若无他，你妻子与女儿恐遭歹手。草民叩谢侯爷。哎，行了，那个老包、宇轩，你们先出去，我跟他单独聊2句。哎呦，不是老哥，你这怎么穿成盗墓贼了？你这混得也太差了。你别你了，若有后世的医学技术呀，你还能活？可惜啊，没有。你要有什么交代的，赶紧说吧，我一定给你办到。哎，罢了，在我临死之前能看到老家来人，也就算不亏了。我只希望在我死之后，你要妥善安置我的妻女。就这事儿啊？你放心，回头呢，我让我老爹收她为义女，绝对能让她过得好。哎，不，轩儿，爹，怎么了？轩儿，你马上拜侯爷为义父。爹，女儿与他年岁相仿。轩儿，你记住，在这普天之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加害于你，唯独侯爷不会呀。哎呀，难道你要弃子为父啊？爹，宇轩拜见义父。不是这，哎，爸，那本侯就说下了。你先下去吧。哎呀，还有什么想说的？还有一事，那就是我并非独自一人穿越而来，和我一同穿越，还有一人，只是我不知道那人是谁。什么？还有？